呢度係只拍筍盤嘅頻道，港人灣居。Hello， 大家好，阿輝。時不時咧都會有人同我講話，珠海十字門呢邊啲樓聽到一嚿雲咁，一個就話咧自己係10年時間裏邊最好嘅，賣到斷晒市；另一個咧就係2020年嘅百億地王央企大佬。今日嘅主角華發灣仔1號同中海華遠天下，究竟邊個係堅嘢，邊個係虛火？其實灣仔1號咧，大家應該都知道，除咗前面嗰幾套大平層之外，其他都已經係清晒㗎啦。而我哋今日之所以仲攞佢出嚟講咧，完全係為咗將來嘅二手市場做準備，大家可以參考翻。今日咧，我會用10分鐘左右嘅時間，搭配通俗易懂嘅表達方式，同大家剝晒呢兩個盤嘅衫，由內到外睇清楚晒佢，冇一句廢話，淨係講你哋最關心嘅交通、景觀好唔好住，同埋最緊要你會唔會買。首先第一部分咧，我哋要搞清楚呢兩個盤係咩料。大家應該都好清楚啦，華發灣仔1號呢條友係地頭蛇，亦都係華發嘅頂級旗艦盤。佢嘅格言係：我要做珠海嘅湯臣一品，主打隱車同埋極致嘅景觀以及高門檻。你完全可以當佢係珠海樓市嘅勞斯萊斯，唔係有錢就買嘅，仲需要你有品味先得。而中海華遠天下咧，呢條友係央企大佬，中海嘅百億地王。佢嘅格言係：我要做十字門嘅大哥大，主打全能配套，央企信心，高低搭配。你可以當佢係 Benz， 佢有面有里數，咩場合咧佢都搞得掂。而第二部分咧係正面嘅硬碰硬，央企中海嘅猛龍過江，到底鬥唔鬥到個華發呢條地頭蛇？我會用6個維度同大家深度拆解。首先第一個維度咧係景觀同埋風水，香港人最 buy 呢一味。地頭蛇嘅灣仔1號咧，前面嘅大平層可以話係贏到開晒巷，佢係真正意義上嘅海景無敵，背山面海，望住橫琴金融島同澳門塔，好似你坐喺屋企個客廳度咧，就攬晒成個琴澳雙城嘅夜景，仲有係山景、海景、城景、公園景嘅4景合一。風水佬嚟到咧都要寫個福字。佢個園林咧仲要學晒安曼酒店，翻屋企咧好似去咗度假咁。而華遠天下呢個盤咧就有啲尷尬，佢得頭排嘅一品公館前面嗰幾棟嘅大面積咧，先有海景同埋煙花景嘅，後面嗰啲樓望咩咧？望人哋嘅廁所同曬衫。用佢哋自己嘅廣告詞嚟講，左手澳門，右手橫琴。但係如果你係中間嗰啲樓，大部分都只可以左手望樓，右手望逢。所以從華遠天下嘅成個產品嚟講咧，除咗5號地塊嘅大平層之外，我覺得佢同華遠天下嘅呢個樓盤名本身咧係風馬牛不相及嘅。所以華發灣仔1號嘅去化速度咧的而且確會比華遠天下快。咁第二個維度係咩咧？係交通。香港人北上接咧最關心嘅因素之一就係交通。首先華遠天下咧佢會略勝一籌，佢嘅1號地塊嘅負一層咧就係十字門嘅城軌站，落樓就可以上車。2個站咧就可以去到橫琴口岸同埋拱北口岸，4個站咧就可以去到珠海嘅金灣機場，仲可以直通廣州。對於成日珠港澳3地走嘅人嚟講咧，呢個係落雨唔使驚，過關快過炮嘅優勢。而灣仔1號咧其實都 OK， 佢都好近港珠澳大橋現場線嘅落橋點同橫琴大橋，開車咧都好方便。但係佢冇城軌站喺樓下，你要搭城軌咧就要行多幾步路。對於好多香港人中意一出門口就係站嚟講，灣仔1號咧就差咗最後嗰幾百米。我舊年有個台灣客咧，佢就係高鐵同埋城軌站嘅依賴症患者，佢揀天遠嘅海景、海匯同埋海悅咧，完全就係睇落樓行幾遠到十字門嘅城軌站，多100米咧都嫌遠。咁第3個維度係咩咧？係產品同埋實用率。香港人最驚就係呃秤。首先灣仔1號先啦，可以話係神級嘅表現。雖然佢唔係新規盤啦，但係佢嘅實用率高達100%。洋房產品仲有私家電梯廳入戶，玄關咧有個庫房俾你擺嘢，交標咧用加格納同埋鈦金呢啲頂級嘢，擺明就要吸高端客。而華遠天下咧係舊陣時嘅標準，實用率唔到90%。你買100個方，即刻唔見咗起碼10個方，即係成間房嘅面積唔見咗。雖然佢嘅交標咧都唔差，有西門子同維保，但係同灣仔1號做對比咧，即刻佢顯得爭咗個身位啊！尤其是係佢嘅細單位，雖然總價低，但係間房咧細到轉身都難。如果你好精明，中意計到盡，咁灣仔1號100%嘅實用率咧就係一個殺手鐧。而買華遠天下咧，你會覺得蝕咗間房，呢個問題亦都係灣仔1號嘅整體流速優勝於華遠天下嘅眾多因素之一。跟住落嚟係第4個維度，密度同埋私隱呢一點咧，有啲人最重視。首先，華遠天下輸得最慘，尤其是係2號地塊嘅匯德里，容積率砌到4.55，可以話係超高密度。你幻想下，32層高，2梯6戶，成200戶人爭2部電梯，朝早翻工等電梯嗰陣時咧，真係會等到你想爆粗。而樓間距咧亦都好窄，完全可以同隔離屋打招呼。所以我覺得咧，呢個唔係豪宅，係學生宿舍。而灣仔1號咧雖然合格，但係未滿分，容積率2.52，但係整體咧點都好過華遠天下好多。但係佢個洋房咧排得太密，同華遠天下嘅3號地塊係有共同缺點嘅，好似水泥森林咁，陽光都要爭。而佢嘅高層咧都去到2梯4戶，32層高，都係偏密嘅。並且樓下咧就係銀灣路，
依家嘅車流咧亦都好大，但係至少點都好過環宇天下嗰種極致嘅擠壓。所以如果你對等電梯同埋隔離樓望得到你個客廳呢啲問題係好介意嘅話咧，咁環宇天下就唔啱你。而灣晒1號咧，佢係喺差唔多嘅價位之下比較唔錯嘅選擇。跟住落嚟係第5個維度，噪音。好多業主咧係真金白銀咁買教訓嘅。首先華發灣晒1號先，佢最大嘅硬傷咧就係挨住橫琴大橋同銀灣路呢兩條路咧係貨櫃車同埋泥頭車嘅高速公路。你買1到4棟嘅高層咧，會全天候咁享受重低音環繞嘅立體聲。雖然有隔音玻璃，但係對於好多有長者嘅家庭嚟講，大部分都怕嘈嘅。你始終冇可能一直唔開窗噶嘛。而環宇天下咧，佢都有噪音，但係好啲。佢1、2號地塊咧都係挨住銀灣路，一樣有車流噪音，但係衰在佢樓下咧仲有個商場，平時嘅卸貨嘅砰砰聲，加埋仲有車流聲，佢係一種雙重複合嘅噪音攻擊嚟嘅。跟住落嚟咧係第6個維度，配套同埋生活。按照目前嚟講咧，環宇天下係贏咗9條街嘅。佢自己就係一個小城市，樓下就係3萬平方嘅商業街，負1層就係城軌站，仲有幼兒園、鄰里中心，行多2步咧就係十字門嘅華發商都。生活嘅便利性咧可以話係滿分嘅，尤其是係嗰啲65個方嘅細單位，買嚟收租咧，樓下乜都有，租客最中意。而灣晒1號咧可以選擇行過去環宇天下嘅底商，又或者等28年天匯收樓之後嘅底商。但係咧，如果你想去華發商都，的確係存在開車又太近，行路又太遠嘅問題。有一種佢喺陽台伸隻手出去咧，就掂到人間煙火，但係落樓咧就要行到出晒汗嘅感覺。對於唔揸車嘅老人家嚟講咧，呢個係一個扣分位嚟。所以如果你中意落樓就有茶餐廳同埋超市以及城軌站呢啲配套咧，咁環宇天下就優勝於灣晒1號。跟住落嚟咧係最重要嘅第3部分，終極 PK。你係邊一類人，點樣買先至唔會錯？首先適合喺灣晒1號上車嘅人群咧，我認為有以下呢4類人。第一係景觀風水控，你堅持窗外嘅價值喺房價嘅1半，要望到海、望到山、望到澳門塔同埋望到煙花景，仲要間屋嘅風水有靠山，咁你將來買灣晒1號咧，大致上都唔會錯。第二類，你追求細節同埋品質以及更高嘅得房率，咁灣晒1號100%嘅實用率同埋全屋一線品牌作為交標，再搭配休閒、精緻又優雅嘅安曼園林咧，佢確實能夠俾到你一種人冇我有嘅頂級嘅體驗。第3咧係跨境商務嘅高階人士，你經常要同澳門橫琴嘅大客見面，揸車多過坐車，需要嘅係一個身份象徵嘅落腳點。第4唔介意揸車，追求離塵不離城，你寧願揸5分鐘車程去買餸，都唔想樓下太熱鬧太嘈，你享受嗰種翻到屋企咧就與世隔絕嘅感覺。而買灣晒1號會錯嘅人咧，我認為係對噪音零容忍嘅人群，你會住到精神衰弱嘅。當然啦，呢個問題只係針對1到4座嘅塔樓嘅啫，其他棟數嘅問題咧確實唔大。另外就係依賴公共交通，唔揸車又唔適應使用內地叫車 Apps 嘅銀髮族，你覺得佢有少少唔方便。最後係預算有限，想窮開心嘅上車客，佢嘅總價同埋實用性咧，其實係唔成正比嘅。例如113個方嘅4房咧，其實每間房都唔大，不過呢個單位咧依家只有2手房啦。但係因為灣晒1號全部單位咧，佢交契稅都係未夠2年嘅，就算放出嚟，佢嘅增值稅都會好高，所以我就唔多講。而眯埋眼都要買環宇天下嘅人咧，有以下呢5類人群。首先第一類係交通行先嘅通勤族，你要成日經拱北同埋橫琴或者係飛全國去做嘢，樓下嘅城軌站咧就係你嘅私家車。第二類咧係務實嘅投資者，收租工，你想買嚟放租，65個方同79個方嘅細單位咧，總價低，近城軌、近機場，佢嘅租金回報率咧一定唔會差。佢嘅租客咧一般都會係白領或者係商務客，呢啲受眾佢最 buy 嘅就係落樓乜都有嘅盤。第3類人咧係追求安全感，淨係認品牌嘅保守派。你聽到中海、央企、國家1級物業呢啲名頭就安心，咁就衝中海。第4類咧係中意行街食飯買餸一條龍嘅熱鬧人，你唔可以接受開窗得個望，你要樓下就係人間煙火。咁環宇天下嘅商業配套咧就完美咁符合晒你。第5類咧係預算有限，但係想踩入豪宅區嘅上車客，你明知道佢密度高、實用率低，但係你就係要想用相對灣晒1號嚟講有住較低嘅門檻去進駐十字門呢個地段，享受呢邊嘅配套同埋佢嘅潛力。咁唔適合買環宇天下嘅人咧，我認為有以下呢3類人群。首先咧係追求低密度同埋高私密性嘅豪宅買家，佢除咗3號地塊同埋5號地塊之外咧，你會俾佢呢種2梯4戶甚至係2梯6戶最高4.5嘅超高容積率勸退。跟住係對日照時長同埋通風效果有嚴格要求嘅，佢部分嘅單位咧係朝北嘅，樓間距亦都好窄，你會住得好壓抑。最後咧係極度討厭商業噪音同埋社區人流混雜嘅人。將來樓下嘅商場同埋佢嘅城軌站以及自身嘅產品屬性咧，一定係由朝到晚都有人嘅。中意環境清靜嘅人咧，你會覺得好煩。所以我覺得灣晒1號咧係一杯山頂咖啡，景觀無敵，但係你要忍受上山嘅凹凸不平，因為佢有噪音同埋佢個位置相對嚟講咧係冇咁靚。
而環宇天下咧，佢係一間茶餐廳，佢乜都有，而且快靚正。但係咧，佢坐得唔係好舒服，佢隔離台咧係會搭台嘅，因為佢始終咧都係高密度。好啦，最後同大家做一個簡單嘅總結。想要面子、要景觀、要品質，唔怕噪音，唔需要樓下乜都搞掂，咁就優先揀華發灣西號。但係如果想要方便、配套、收租，唔係咁介意面子、密集同埋嘈咧，以及呢個實用率低，亦都可以揀環宇天下。如果你兩樣都想要咧，只能夠加錢。當然啦，如果你嘅預算可以去到環宇天下嘅5號地塊嘅最大面積，或者係環宇天下嘅15、16同埋17棟嘅大面積單位，並且唔係以資產配置嚟入手咧，咁你做咩選擇都係啱嘅。最後，如果大家有咩問題都好咧，都可以喺評論區留言。我成日都話咧，買樓之前問我一句，好過你後悔一世。我係輝，我哋下期再見。